係，hello，嗱，今日同大家嚟睇呢個咧係即係一個工業項目啦，我哋叫做 iCity 啊，一個葵芳嘅打磚坪街嘅一個工業項目 iCity。咁入對面就係啦，呢個麥當勞，好多嘢食嘅呢條街，好方便嘅。咁門口呢一個位置咧，前面呢一度咧就有小巴站加巴士站。咁同埋佢呢個項目啦嘅樓下咧，其實佢有個專車咧去翻呢個葵芳嘅鐵路站嗰度嘅，去參觀下呢個 iCity 嘅項目啦。呢個 iCity 項目幾好啊！對面馬路就係除咗即係有餐廳食肆、商鋪之外咧，仲有個銀行喺度，咁辦公做生意嘅就方便啦。樓下亦都有停車場可以做時租入泊啊，咁呢都方便嘅。咁啊呢度嘅lift 籠好大啦，你睇到啦，個空間咁好闊落嘅，即係就算你有朋友或者有客戶嚟見客咧，我諗都好方便，因為老實講，而家香港地好似呢啲細間嘅一啲獨立有衛生間有廁所，少少似住宅，但係當然佢唔係住宅嚟㗎，佢係一個24小時嘅工作室嘅形式咁去賣嘅。咁你話而家政府再開則咧？嗰啲獨立有洗手間啊，好少噶啦，所以而家呢啲就我哋叫絕版啊，間隔上為之一啲絕版嘅間隔係啦。我哋首先而家去參觀下一啲，呢個係示範單位，即係佢做咗個概念啦，好似呢個咁樣係做咗一個珠寶工作室嘅概念嘅一個位置，係啦，咁啊示範 show flat。咁佢頭先講啦，佢本身每一個 flat 入邊咧都會有一個獨立嘅自己嘅廁所嘅，呢個係幾好，因為其實而家你話呢啲工商業項目咧，其實都好少有獨立衛生間呢個存在，好多都係要用呢啲公用嘅洗手間，咁同埋好多嘅冷氣嗰啲咧都係夠鐘就會閂嘅啦。呢度咧佢自己會有獨立嘅冷氣提供翻嘅，係啦。咁呢個 view 咧〜就望翻我哋樓下打磚坪街對面呢啲學校嘅景，咁幾舒服嘅。咁如果你係間隔上擺位，樓底好高，因為都成4米左右啊，好似成個雙層巴士咁嘅高度距離。咁我諗十居其九咧都會做一啲閣樓加建嘅形式啦，即係佢可以做一啲叫加高嘅一個玩法啊。咁啊呢啲。咁啊，見客就一流啦，亦都係一啲正規嘅寫字樓嘅間隔啦。好，望下先。啊，呢啲就大 size 少少。咁佢呢個賣點啦，就係有好多條嘅小巴線。咁我去翻葵芳啊、青衣啊、荃灣嘅小巴士啊，咁甚至乎過海啊，咁佢哋嗰啲都一應俱全嘅，都方便嘅。咁有大 size，亦都有細 size。好似而家嗱，我哋身處呢個點解咁大咧？因為你望翻轉頭睇下啦，其實佢係兩間，中間呢度打通咗。所以呢一間係會做咗特別大，好似呢類型打通嘅都會有on sale 緊嘅，我見到 lift 都多，出入門啊 E lift、D lift、A、B、C、D、E， 即係一個樓層大約有5個 lift 到。咁呢啲咧就一啲初創，我諗一啲初創老闆啦，或者一啲小企業啦，或者本身內地已經有，或者外地已經有本身自己嘅寫字樓嘅一啲公司。佢需要開一啲分公司咧，我諗呢啲咧類型咧會比較合適少少啦。好嗱，咁睇下仲有其他嘅概念嘅標準嘅一啲位置可以睇睇。好，呢個係027室，呢個係發展商自己做咗個去做咗個展銷嘅位置。咁頭先講啦，如果你話出入門口嘅一啲7人車項目。本身屋苑自己有7人專車去翻葵芳，即係葵興嗰個地鐵站。咁啊，樓下有巴士線，咁啊4站交匯啦。
好咁啊，金朝陽呢個發展商咧叫做，其實都係主要做一啲商業項目為主。咁咧當然佢都有做過一啲住宅項目嘅。好咁啊，呢個唔多睇，我哋睇實際嘢啦。啊，呢個幾好，喂，呢兩個都 OK 啦。呢個咧做咗個工作室概念嘅一個 sofa。其實嗱，大部分就可以咁啊，做呢啲叫鋼架式嘅一個設計。咁其實呢個工作室咧就444尺。我哋而家工作室咧呢啲就因為唔受個政府條例嘅受面積監管所，都係講建築面積嘅444尺。咁呢一個咧可以有直白啲啦，400幾尺就一個內空間啦。我就形容呢啲叫做體積啊，就唔係計面積，因為空間感好高嘅。咁睇下上面嘅樓層，就算好似而家咁，我哋做咗個高架都好啦。其實上層咧都可以完全企到人。嗱，呢個高度，頭先講自己嘅中央冷氣都會有。咁好似嗱，我小林我傑仔我呢個高度咧，咁啊睇到啦，仲有個距離。而家佢係做咗個高架之餘，我仲有一個高嘅距離，咁又唔會話太頂頭。咁所以其實當然啦，而家我哋呢一個鋼架其實係呢一個叫鋼架位咧，就可以調整嗰個高度嘅。即係如果你話好似矮啲，可以加低多2格都得嘅。即係唔係個個好似小林1.6米幾咁嘅高度噶嘛。咁但係呢啲咧就適合即係可能3至4個職員輕辦公，即係可能住香港做一個地點咁樣樣。咁頭先講啦，呢套都會有自帶嘅衛生間。咁呢個幾好，即係唔使同人哋 share， 同埋唔需要話有個牙罅嘅一個位置，因為唔使一定要下出咗個 flat 出面去做呢件事。好啦，另外一個都係做咗鋼架式嘅，咁呢個做咗個 coffee shop 咁樣嘅效果啦。呢個話俾你聽，有個咖啡嘅體驗館嘅 size。咁頭先講啦，呢個高架亦都係可以做到2層嘅一個概念嘅，係啦。因為呢啲項目嘅即係呢啲設計一啲彈性會比較好啲，咁會唔係舒服啲？咁我覺得感覺上幾好嘅。好，再睇下有冇其他嘢睇先。好嗱，呢個做咗另外一個 workshop 嘅感覺。你睇下嗱，呢啲都係啦，唔同形式嘅一啲閣樓啦。呢啲都唔係話而家買就唔會話好貴。咁呢度有講啦，香港平均男士高度1.75米度啦，比小林高啦呢個啊。咁其實如果你係做翻呢一個高度之後咧，上層仍然係可以企到一個女士1.61至1.65米嘅高度，都係唔頂頭嘅。而家去到呢一度嘅高度位咧，就係大概1.9米度，其實同阿小林嘅高度仲有咁高。如果你話我唔係喎，可能我即係個人比較高少少嘅，你可以將佢調低一格咁去做。咁呢個都係一個商業項目啦。好啦，咁嚟到呢個項目嘅1樓，咁我哋呢一個1樓咧係一個叫 common area 嚟當，好似一個大家一齊用嘅一個會所嘅形式。咁其實位置上舒服嘅，有啲水池啊，咁啊有啲位置，咁等你啲客戶落嚟嘅時候可以 chill 下，或者啲同事做嘢做得攰，落嚟攤唞下都得嘅。咁幾好嘅，因為佢除咗有啲位可以坐下，即係見客舒服啲啦，唔一定要喺個 office 入邊坐得咁辛苦之外咧，咁其實咧仲會有啲頭先我講 common area 咯，有啲 share WiFi 啦，我估計就係啦。咁另外會有啲叫似健身室嘅一個 con 一個半露天嘅一啲位置，咁未俾你啲員工做啲休息，或者自己落嚟可能攤唞下，或者做下運動。有陣時諗嘢做嘢諗到腦閉塞啦，咁啊可能落嚟做啲運動，釋放下你啲安多酚，之後先至再去做其他嘅決策或者工作嘅。咁啊都幾舒服喎，超喎呢個項目正。哇！如果你係呢一個水池變埋游泳池，就成件事不得了。當然啦，佢呢個又唔會啦，因為呢有救生員牌咁。但係你話成個感覺係好舒服嘅呢一度。
咁我相信你話一啲初創企業嘅一啲老闆或者一啲員工，或者可能你係做一啲賣一啲時裝嘅 studio，咁有啲人係做服裝設計、珠寶設計，我諗呢啲係幾適合嘅。有啲位置。帶你哋行勻晒先，感覺幾好。嗱，呢度有個綠化，我呢度可以打下高爾夫，應該去俾做個草皮俾你。嗱，有個 mon 可以打下高爾夫球場，咁佢有個降落嚟可以做高爾夫位嘅位置。咁有啲可以，例如有啲小嘅 function 啦，有啲朋友嚟，或者你個公司可能你係開一啲叫做一啲小嘅簡報會，或者小嘅朋友招呼下嘅呢啲位置，你係可以share 去租用啦，係啦。咁場地預約制嘅，咁你可以租咗嚟。我本身嚟緊下個禮拜，我個公司有個少少珠寶發佈會，我就可以租呢啲。咁樣話我用呢一層嘅位置，等你去好好咁俾啲客戶有個好嘅體驗啦。如果有興趣客戶想知道個價錢計幾多左右咧，歡迎揾小林介紹下俾你睇，或者發個價表俾你參考下。